其實我入職咗唔係好耐，我入職咗1年多少少，想分享下我呢1年嘅一個感受啦。頭半年都做到嗰個 target，喺12月嗰陣時打咗場籃球比賽，我好記得當時其實係weekday 嘅夜晚嚟嘅，咁啊老婆同我講，佢話你唔好去打波啦咁樣，咁啊最尾我堅持去打，點知一落場咁啊上籃隻左腳一落地嘅時候，我聽到好清脆嘅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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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聲，跟住我已經當時知道不妙啦。咁啊，再照埋張 MRI 嘅片，條十字韌帶斷咗，連埋個半月板都有事。哇！當時我諗翻，我整親隻腳，我有一段時間我係攞住追行山竹咁樣拐下去翻工。我由 ASI 行翻去，我搭巴士放工去Mikiki， 我用咗20分鐘攞住支行山竹。所以我諗翻呢一個咁樣嘅經歷咧，就都真係唔容易嘅。咁我會形容咧，今個第一年咧就係打緊第一個洞，呢度係一個3桿洞嚟嘅。我唔係打咗個 birdie 咁簡單，我打咗個 hole in one。上個星期請埋啲同事食飯，咁嚟緊呢一年第2個洞啦，個波擺咗喺個 T 台嗰度啦，咁啊興奮嘅心情要平復啦，要認清個目標。嚟緊呢一年咧，可以繼續去達到公司嘅要求，可以再入到 Guinness Cup 咯。作為媽媽咧，即係好感受到咧今晚嗰份喜悅啊！頭先MC 講咧話佢係一個好有擔帶嘅人，係好有愛心。我仔真係好孝順嘅，一個孝順仔嚟嘅嚇，即係值得鼓掌嘅嚇。